在这个主唱者面前唱这首歌，谁有隐形先生？其实你唱的比主唱我好，真的很多。哦呀，好啊，旧时光。慧茹老师一直说，他就特别留在现场要听你唱这首歌啊，因为他还帮你这首歌合音。对，他说他被你这首歌大大感动，很荣幸。当然也不忘叮咛大家要多听一下合音的部分。老热大擂台，老熱降下來。大家好，係阿公姑嚇，大家好，大家好。今日係叫流行歌曲組嘅鮑威18歲，冇錯。係啊。先來介紹人哋嘅 V 面一冠嘅館主李彥峰。係啊，好像高中生。對，超超好搞嘅體育服啊。沒，這高中生太好上了呢啊！哎呀，正經啊！啊，希望他今天還可以順利過關，繼續 V 面啊，加油哦！保衛哈。好嘞，見本日咧潛水朋友啊，也有來啲新嘅朋友。新嘅朋友來咧。係啊，等下好好參與創下嚟哈。舊嘅朋友咪要加油啊！係，創作樣板。嚟，先介紹評審先生。好，總體先生，東東先生，黃皮樹先生，小穎先生。好啦，有請 TV 潛水朋友。TV 嘅類似星座主動，去比主帶來客家真情。好啦。哎呦，哎呀，好，主兩位主持人好，完全唔會緊張嘅感覺哦。體拜啊，體拜哦，舞台動本哈，係啊，對啊，親像書嗰種感覺，對啊，還有肢體動作哈，就是同強壯嘅感覺冇錯咧，香港本來唔係講客家話啊，唔係客家人啊，客家人帶好羅莊啊，哦，帶到哪？帶到觀音海。觀音海在新屋永安漁港、觀音海邊。幾大好羅莊啊？太原、大園。太原用嘅片。它是沿海，沿海應該全部講好了啊！你行人頭就入境隨俗。對。叫嘅就我就特別同花體咧嚇。啊！我爸爸媽媽佢用公婆講客。係客家人。嗌細嘅全部講好咯。哦，你讀到同學要嘅冇全部講好咯。因為
爱上头摆的人很昂啊，伊上昂声音的出去啊，哈，我老人讲话讲好了啊，讲行太交家通的讲，哎呀，怎么较亲切啦？对呀，没像你好，大家就说要多方面语言，马该语言就要讲。哦，跟用我也还讲到安好咯。哎呀，紧张。内面无嘛要讲，唔讲爱迄加客家人。哦，你是个客家人后人。对，真严重了咧，记得咧，我也跟上起来咧。我讲唱一唱都当标准啊，我标准啊，有准。分，系啊，跟中国的感觉。可是还捞到肉浆咧，一百，对，慢慢来看一下，看欣赏。系啊，用板讲。对，糖豆看唱到用板。系啊，对，墙壁欣赏。贝祖你好啊，我觉得你的声音，爱唐你共发哈，也是一样，麦克风拿这么远，都听得非常清楚。嘿，你的声音很特别，因为你甜美中却带着清亮。清亮中却又很甜美，我觉得这个可以共存，好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有的人声音很比较甜美，他可能就会比较细，好，那有的人声音他可能就是不会都这么的亮，可是你兼具这两个优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然后不建议扎建议哈，就会你可以练习看看，因为你的声音很亮，所以你刚进歌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爱定。好，我觉得你可以练习，让你给冲口跟时节的声音不要全部往前，你爱给稍微让自己唱到这个地方就好，不要一直往前唱。你可以试试看哦，爱给跟爱给。就冇强用嘞，那你就可以更能够表现你甜美的部分，做得很漂亮。好，再来还有可以带音的部分，我建议你那个咚就会变成咚，很可惜。如果你爱给哈个音咚往上面，共鸣这边往上一点，那个低音就会更漂亮。爱的哈个好，然后再来就是呼吸的地方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就会今后嘞。好，加油哦！谢谢。小南讲得很清楚。糖豆。所以上太改吼，无效啊！我有感情，我要输啊！我有口气啊！我春球啊！强弱，春球啊！我输，我刚开始不要吓死人。看一下夹个分数。看一下去，比主个分数。不差啦，谢谢，但是移民还不会强度动厉害哦，看有办法留下来嘛。全部动厉害吗？某一听吧。好，谢谢。是蒙碧主姐。好，谢谢。你是担心谁？冇啊，你要罗夫人啊。对，我刚看到他的，你还在？喊出来啊！喊出来了，看能不能也是一年整年度都有。杀了也比牙罗夫人。哎，没牙罗夫人啊，好。罗浩演带来一片麦田。来，躺好了。层层
卖那狗哎，哎呦，信用卡啦嘅狗信用卡啦嘅狗。哎呦，有我线都两条狗哎，跳针呢。对啊。有降 key 的啦，有降 key 对不对？弹得出来，冇啦，咩表現都先好啊，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誒，同佢之前嘅歌嘅風格還冇共用，結果寫嘅歌路啊。哦，冇啊，佢之前寫嘅歌路全部都咩懂困難嘅。迄困難啊，嗰啲就係搖滾嘅歌誒。因為上擺，我從 V 面炸嘅 V。打下來嘛，打落神台嘛，他已經5度衛冕了，然後他現在又從頭開始。一般那個長打比賽，讀到那種情形，他應該很慪，可能就退出比賽了。時隔2年這樣，但是他很有運動家的精神。哎，對對對，我就馬上就轉念了。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抽，真的哦。所以有這歌曲方面有重新調試其實條擺我條前有練青島嘅歌曲，嗰時候我想講上次被打掉嘛，所以我想我的歌曲就重新再彙整，然後找到自己的定位跟風格。哦，所以今天這個歌是你覺得是適合你的？應該吧，應該哈，我看是不是？哎呀，唐先生講啦，東東老師，我們的 rocker 先生啊，談下清楚，好演哈，前面春要出國，其實平平穩穩的啦哈。唔講話就首先講好嘅地方講，個態度係最好，講佢創業態度哈，我覺得有個人講 rock attitude。有那種搖滾的一個感覺，皮衣都穿來了，還沒 rock，對不對？沒有，全部做50音嘛，哈。對沒？真的。香港有衝擊嘅歌啊，就是一親好。各位，一首歌其實較現代歌誒，同樣嘅外表形象，不同貼近。但貼喺他們唱歌誒，一好啊，看眼睛為之一亮啦。唔過講看唔好嘅地方都講，人嘅歌要上嘅時間，用硬唱的話，音壓會較強。嘗試，把人嘅喉嚨放輕鬆一點，像吹口哨的方式把它推出來。我喊他講，吹口哨，叫氣來，其實氣比較多。吹口哨方式，感覺讓它氣比較。狗也會喊他有彈性，還有 dynamic range 嘅動態範圍會喊他講。因為看人唱會上音沒講清楚嘛，還冇到原 key 那麼高。唔過話之後，做這個一點點調整，也歸屬國外會給寬廣度會行高好，它。因為它嘅感情有多，不過有些就尾音稍稍有點不穩。各位，這個衝高音的地方上去，上些發開始給衝行高好，多練習之後多衝之後好啦。其實多衝，你嘅肌肉，你嘅 muscle 會有記憶。多衝之後咧，加油！好，李先生，李先生，還有，其實我們在練習一首歌，想要學一首歌之前，第一步就是會先聽原唱，然後去模仿，然後去把這首歌練起來。可是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原唱不是你，你也不是他，所以你們有不同的音色。那當你的音色跟他是很不一樣的時候，你要選這樣的歌，不要硬照着他這樣子唱，你應該走自己的風格，因為你嘅嗓音不是屬於那樣的風格。當你這樣子去做的時候，就會聽起來很硬。我覺得這首歌你可以把它唱好，怎麼唱好呢？想想看，怎麼去調配你的聲音的表達，因為你的聲音是比較紮實的，所以你這樣唱這個歌的時候，我們聽起來就會很硬。好，給你一個建議，但是你學了以後，類似這樣的歌，怎樣可以把它改成是你自己的風格？不一定要照他的，因為你不是他，你唱出來不一定有他這樣的味道，可以嘗試看看。但是我覺得勇於挑戰是一件好事。嘿，哦，什麼先生？謝謝。做老好演技。對呀，好，做你自己，好不好？請自己嘅路。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老好演嘅分數。62.5分，高分，嘿，有幾分哦？會不會還有個彥峰還不知道，好吧？本來係邊站？好，加油哦！好嘢，好嘞，殺好嘞！稍後喺呢邊顧秋田帶來半夜多天光。彈緊啦！
感谢你，不是后生，就无办法伴梦里行到远方。感谢你头摆本人爽，手勾勾扭扭去找爱人的力量。来为you， 安阳的地方，做得歇一下脚，轻轻松松。来为you， 安阳的地方，像像细年嘛该都不是谁。白夜到天光，已无办法再去思念的故乡。你在天中，你在花乡，你在头摆岁月到了多笑容。白夜到天光，已无办法再去放弃的地方。你在天中，你在花乡，你在头摆啊多笑阮的笑容，到爱唱夜光光，夜光光，秀才郎，骑拍马，讲连通，连通下，叫彩花，会手来结亲家。夜光光，秀才郎，骑拍马，讲连通下，叫彩花，看爱拜拜，拜呀到天光。西梦乐队老师，各位听台线上好，秋天好，很有礼貌，很有礼貌，嘿，唱两条歌哎。他音色还真好哎，这首歌又好听，哎，你音色真的啊，配合起来真好，西梦都清好，对，尤其他心情弟弟不会多，哎，错，可能我托词为人唱歌都不较厉害，有吗？还没那种感觉，俺爹干嘿，俺没啊，凡事就有例外嘛，对，因为他很爱读书嘛，很爱考的，有一些没有。哎呀，也是公人员嘛，公务员要升等考嘛，对啊，现在几职等了？6职等，7职等，7职等，哦，7职，总共有几职啊？有14，是不是就是在部长级的，知道吗？人都系啦，嘿，全部要用考的哦。考上一样。又叫阶段呐，委任、兼任那个嘛，兼任嘛。所以你现在还6职等，7职等，7职等，哦，还差一半呢。对啊，要退休嘞，才可以，还差一半才可以当部长呢。没可能啦，按罗嘞。不会啦，难讲啊，对啊，你看7、80岁还是在选总统嘞，真的，厉害。哎呀，我公务人员是也很辛苦了哈。哎，我考个时间，考试的时间，升等考2条都全部辛苦。哎，动辛苦，读书动辛苦。但是也是一个铁饭碗。哦，这靠自己努力啊。我上班读书。是啊，对。俺这个时间给粮食很青少年的考诶。他只要去吃到周行商呀嘛，连他胎了，大家都觉得那个老师啊，这些公职人员全部都是很棒的工作，亲站在条路，亲不稳听。所以以前小孩子，比如说在路上，小时候不懂事，然后看到那个房子很漂亮，哇，爸爸这个房子好漂亮哦，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买？这样，那爸爸就跟他讲，你要好好读书，读书读会了以后长大才能赚大钱，才能买这个大的房子。哦，他小孩就跟他爸爸讲，那你爸爸你为什么小时候不用住？我们现在都住的小房子，对呀，要不然就要像罗时丰这么有才华，17岁一出头就疯了，赚那多钱，老天赏饭吃，哎呀，真是才发了吼，哎，好来，冲退来唱批数欣赏，秋天真你好，嘿，欣赏好，当你从2条歌曲吼，真经有那这种半热到天光的感觉呢，就是
乞丐以撒都该熊1617，然后回忆过去什么什么之类。我感觉唐戏的动又感觉，你给代音啊美。可以做得到那个低音的地方，我先讲好给提凤嘿，提一嘿都有感觉嘛，提二嘿后面嘿通绕，然后我又感觉到你用文一扎口戏来诠释，该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想说前面在回想，后面是这个童谣，你换了一个口气，这个都是好的地方，可是。又丢前面的有些韵尾啊，就是你会收到太鼻子的地方，然后太长了。譬如说 Navy U， 然后你感觉你就是你要知道，就像刚才慧茹老师说的，你唔系阿昌，你有几个重发，你给时间，Navy U 按用给 T 缝。你就会踢缝，就停在鼻音，停得好长好长，很多句子都做的这样子的时候，唐一雷动豆白就会感觉，就有没有就是那个拖了。对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修正一下下。还有一个地方，马盖鲁是 sell， 是 sell， 然后要跳到 sorry 这个滑音，你要想哦，你要从低音从的带音到高音的时候，因为走马给时清，让你这个听起来这个圆滑线是顺的，就是你要去想那个气要怎么运用。对，还有这个捏拱拱，其实你低音都有到，可是就是听起来飘飘，对，不够稳。那童谣的地方，我刚才说你有稳，你在 K 来诠释，可是我觉得可以再更。甜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在念童谣的时候，会把它有一点点像断音，不会是捏拱拱，对不对？是捏拱拱，所以你听到它都会还有一个位置在那边捏拱拱。那在唱这个童谣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把那种童味，就是你好像在刚学这首歌、刚学这个文字的时候的那种，很最初的那种心放在这里来诠释的话，我觉得它会很甜，会很可爱。对，莫忘中初了，莫忘初心了，莫忘初心。对了，突然来这个结论，什么批注心杀？初心要把它表初心啊哈，追逐的心情。对，这样我们常唱传统歌唱久了，就喜欢把每一句都唱得很满，没有必要。来清楚。现在年轻人都其实。你有把那个歌词味道唱出来就好，不一定一定要拉的拉到满，然后再赶快换气，然后再接下一句，这样就会慢了。度后就好嘞。专一吃宽了，吃宽了，对，好吧，好。莫忘初心，好，接下来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又是一点歌，对呀，好了，回座，下礼拜加油啊！好，来，沙落呀，落伍什么的落菜又带来种音。还在这个主唱者面前唱这首，小雨欣欣赏，来，让他好好的给你指教一下，好。其实你唱的比主唱好听，真的，能够。随风
吞掉些年多情意空一黑。你唱那么好有什么用？对啊啊！你歌词忘了带有什么用？啊！你要怪老师啊？要怪老师的问题是小康是你吗？不是2段，对你听了3段。你自己太投入了。要不准灌马桶歪呢？对啊，那唐公，你根本要考试，你吗？今天考试考试啊！你今天在学校考试？考试哦。对，是段考还是期中考？期中考。对。啊，你跑来这里，你等下可以专心考试了。哎呦，你今天真的好可惜哦。正经哎。又翘课。没有翘课啦，你又考试，考又标了冲，还会标准考试，然后现在又赶过来，放弃考试，然后又忘了带歌词啦，有啦，忘了带歌词，对不对？等他又专心考试，等下又回去考试，然后就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你。有什么话要交代吗？我讲一下。而且还又会蹭吃蹭喝。对啊，专门都趁机。后的牙朋友室友就已经好了，对啊，还会照顾呢。他早预知你会这么可怜，对，他就觉得我很可怜。对啊，还会煮吃的，对，煮吃的给我吃。是室友，我室友啊，那么好。室友还是男朋友？室友啦，女生啊，女生啊。对啊，他是蕾丝边哦。不是，就会在Boogie啊。好像回家要注意一下。对啊，为什么那么好？你放心啦。哦，你看还图片，煮的那么澎湃。你这个同学是为什么？用3音是很多。用3音。哇塞！佢做嘛要大概要准备很多菜。小酒，这是小酒嘞。你们是下酒菜吧？不，还是酒的嘛。哦，对，你看同样大船做的吗？对，每餐都煮很多，真的他家里环境也不错呀。还行，还不错。还行哦，所以如果这个一买车的话，这个他住是不妹不是输钱啊哟。是啊。哦，真的哦。看房租也是他付吗？他出比较多一点点。哦，真的哦，有没有吼？他可能看我大学生很可怜。他不是你大学同学吗？没有，他比我大，他比我大。哦，他太犀利了。好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哎呀，面对现实呀。哦，你还在这个主唱者面前唱这首歌，你真的是心上，妹妹，来，让他好好的给你指教一下。好，其实你唱会比主唱很好听，真的很多，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很多气音的，你没有做到，但是有几个做得到。我跟你讲，像你唱尬四 and 跟尬就唱得很好，但是第一个字录拍的时候，你的气太满了，你看。这样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哈。还有一个也是都是不是尾音就是第一个字，很多都是气音啊。随风起，你拉太满了，随风起就没有那么好听。好，还有刚刚辣拍的
自己应该知道哈。嘿嘿，你用麦克风的方式哈，要运用的对，因为你在唱高音的时候，你还是很近，我的耳朵快要聋掉了。真的，你要拉远，你要大声的时候，你要把它拉远，不然我们耳机戴着可能耳朵受不了。啊，就是这一点。好，谢谢。对对，肖老师因为他眼睛现在稍微有点状况，所以他的耳朵特别敏感，敏感，所以你刺痛了他耳朵，你也刺痛了我们心。对呀，你走掉，我们其实我感应呢，其实我有点不舍，而且你又那么好笑。好了，面对烟丝了，分数也不用看了，不用了，保留个面子给你。好了，看一下老蔡有个分数。还有多逆是3分呢啊！哇哦！哎呦，批属形象不逆是3分。对呀，他不在意你那个辣拍。对呀，这个辣拍已经扣分了，已经扣了。哦，如果没扣，你给他24了吗？没有啊，会有.5啊，有.5，对啊，.8。所以他今天唱这首歌是真的唱到绕爽白鼻起来哈，就是他的整个感觉又比较稳，而且其实从聊聊够 Q 美又起大概就是他自己的诠释方式，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其实不错，今天唱的真的不错，真的很好。就是除了那个辣牌，对，你彩排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天从笔出来又错，真的彩排就错。拿来发总的视觉长度有马上冲送总音啊，赶快回去当口。对了，然后去考试了。好了，OK 了，好，加油啊！等下考试加油啊！对不起，我拍了你的背，拍前面好，加油。那我拍前面，等你哦，好不好？还想来吗？想啊，想哦，拜托，好不好？过来玩，带给我们欢笑，好不好？这歌唱的真的还不错，好不好？真的呀，可惜。好了，真是在休息，也可以哈。而且你看，他们5个人哦，他们3个人感情比较好。嘿啊，他好，因为还有嗓音嘛，还有嗓组，你自己分配，他其他感情都清楚好吗？因为刚刚我远远看他们5个人坐在那里，那2个人是完全没有交集，真的没有交谈，没有交集，然后就他们3个人嘻嘻哈哈，然后他们2个人，还不熟，有些紧张，还没安熟了，慢慢大家坐久了就习惯了，对，就会收起来了，杀下来，嘿，李彦鹏带来天真爱的，来。已久没看到你没压力的面孔，简单的快乐用每情动心动，有太多烦恼越来越汹涌，爱讲有某件事情讲起，伊终究会随风。
烟风，有了吉他上手哈，这个整个灵魂就不一样，真的比较有安全感，真的，真的真的不会哦，安全。你吉他好下面哦，什么意思？哦，给他竖他重啊，竖他重。哦，系啊，上讲用高速。比较舒服哦，那个是那种西班牙式的，可能那古典吉他才要对啊，那才要比较上面哦。数龟虫啊，真是还数龟虫。你做这个动作好猥亵，我都走了。都这样，很上面呢。没有那么里面，外面一点，好不好？好。烟风气搞个冲总哎。啊，超一条。嘿啊。气搞冲哇！你喺我高中1年生时间下嘅。啊，真的。嗰時喺我哋6隊嘅運動會啊，嘅演出們先生就同我講，哦，想來表演就嗰下一條客家歌。高中1年生。嘅嗰時就嗰時候就同我講，你想講。如何喺運動會，咁要做啲咩種運動會？就講我嚟唱一條歌曲，改定一下，你们看到上天賦予他這方面的能力啊，所以你要好好的把握。好，你這樣都太好聽聽呢。輕優雄法，前一次呢還潘嘅在小河，就是那個 live house 底部度，潘給自己嘅演唱會，河岸，那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得去的呢。就喺我去年嘅時上過，因為我經驗。但是他是一般人，他進去了。因為我去年就想講經驗，係24，我想講我辦一個專場演唱會，要唱我之前寫過的歌。後來我就想講，本來想講搬嚟台北，夾望原來佢邋遢，很邋遢。我想講，因為我好朋友睇嘅上班，你同我講，就係剛好因為小河岸因為都更的關係要拆了，嗰時候想講有個機會，因為我沒有一些。小粉絲，想講早啲拍一場演唱會，全體夾強下嚟。你看呢個圖片底部最優秀片嚟嘅係海西西嘅主唱，子松嘅隻顏子松，超，嗰陣有強下嚟，一個係我嘅嗰種嘅同行到瑞斌，也拉上提起嚟，希望下擺早啲帶以來節目當中。做得啦，那可以修下一張做得。好，給你天長啊，你。然後一個係我嘅嘉賓。哎呦，你算青豆呢？還不錯啦，廣結善緣。哦，真的哦。對啊，不是慢慢累積，這個就是累積，累積就是從點到面到從到線到面，對，沒錯，整個都是。積沙會成塔。對啊，記得第一百來嘅時間沒到現在，那個時候是點，現在是面。差不多了。誰什麼面啊？你是要效仿他啊？怎麼樣？你為什麼突然扶我肩膀？奇怪。來。哦，唱在唱 B 欣賞。是燕峰，我覺得給不你唐泰嘎全部豬，你唱最後一個嘛，都唱完了。我要說，你是今天所有唱歌裡面聲音的位置最好的一個。哦，多謝。好，那其實剛才秋婷姐對，有想到你低音爬到高音，怎麼樣是可以從1樓到10樓很輕鬆？其實。可以問一下燕峰，因為你從1樓跳10樓很難，但是你盡量在要跳低音的時候，把那個共鳴也擺在5樓6樓，你就不會跳那麼遠。我們燕峰就是這樣。1樓跳10樓很難，10樓跳1樓很簡單。也不簡單，如果跳它就對。那所以我覺得你氣嘎跟音色就充滿了感情。你知道我本來。開始前我在跟東東老師說話，結果開始轉回來，你一唱我就不自覺的微笑了。你還沒看到你笑啊？因為就馬上被你的歌聲感染哦。我覺得你的優點是你氣嘎跟嗓音，你的音色就很有感情。那我想給你一個唯一的建議，就是自己的聲音有感情，可以再加上你內心人的感情，這個溫度可以加進去。比如說呢。我們在最後反覆副歌的時候，編曲是安靜，對不對？它為什麼要安靜？一定有它的道理。那在安靜下來的時候，就是你說故事最好的時候啊！怎麼樣讓人家突然沉靜下來，要欣賞你的故事？這個故事就是從你內心裡面釋放出來的感情。你怎麼樣可以把這個感情在這個音樂下來，然後去表達給觀眾知道，然後再重新燃起跟前面一樣的情緒？我覺得這個是。你可以再更多去思考你要怎麼去做，把你人的感情再加上你聲音的感情，可以讓裡面整個音樂的質跟厚度會更好。嘿，我覺得很棒。那給不你那個你的那個愛分永遠那個假音，我覺得也做得很漂亮。也是唐你聰哥游刃有餘，我覺得你的音樂表現是非常好的，加油。
好，安子姐，大家好哦。係啊，冲龟头拜他狗狗，因为表演是充气个狗，因为想充气个狗比较有。也不是比较安全的感觉啊，也顺便可以打歌嘛。错啊，打歌咩？狗狗没有。有平時先生同建議一下，係嘛？係因為好唔對比賽朋友。咩做得衝人嘅狗嘅啊？係嘛？介紹其他狗本台。至少就可以 YouTube 搜尋。對啊，就可以收到那個版權費。哦，誒，來，你下唱。先唱嘅，你下請過分嘅羅浩然。羅浩然。唱下嚟看分數。哎呦，準備好了，快馬上都要抽到幾下 V 哦。好了，歡迎下李嫣鳳嘅分數。山牛江那铁路，啊，好上嘅腔啊，做乜真係心情會好好啊，對，會感覺好好上哦，真的哦。主唱跟這個年輕人一起主持，對啊，你對我來講算好上癮啊，對嘛？啊，這就學習到咁多東西。快馬上都要抽到幾下 V 哦。好了，歡迎下李嫣鳳嘅分數。哇！恭喜嫣鳳連續2冠，來，拿一下2其他哈。來，恭喜嫣鳳，登上你嘅 V 面站後 V。哎呦，大家都看到這個比賽，唔錯，全新嘅 Q 面。哎呦，送禮拜你嘅嘢 Q 字啊，對 ，V 面咋有冇是廣告咧啊？對啊，很強哦，總算穿到3萬 Q。係啊，留下來都全部看模。冇，動厲害啊！先送幾個，先本幾個嘛，係冇？幾個係，一點慢慢嚟來，睇下只要幾筆。有新嘅朋友啊，上來睇自己變一下。變一下。好的，現在介紹評審先生啊，蔡啟貴先生、羅英先生、nguyễn生炯先生、潘秀峰先生。好了，先生介紹的，馬上進行特別比賽咯，哈！準備好了，有新嘅朋友來咯。好了 ，TV 新嘅朋友係乜嘢呢 ？TV 係來自新竹市文藝縣帶來嘅羅山歌。好嘞，行開啦嚇。係，這比賽哈，輕鬆也有得獻果誒哈。
限购，先都落山沟，你这先吃油发低啊，没错。哦，你那天一球也是唔怕，当紧重啊，不是紧张，不是紧张，之前没有来过哈。系啊，太久冇来咧。啊，你麦克风，麦克风。当久冇来。当一球的，上百来那球。哦，怕有外10年咯。外10年啊？哦。有印象冇？冇印象。冇印象。冇印象啦，按球哎哦，上了按讲过冇印象嘛，哎呀，拍摄，系咪啊？冇礼貌，真的冇礼貌嘿。哎呀，啊结果可能冇送嘛个东西崩。冇按用哦。哎呦，他一般太起家来比，所以全部都带东西来哦。哎呦，清好啦，做得。清好是的，是的。讲笑啦，哎呦。哦，啊，就从小就会冲山沟嘛，啊。唔会哦。唔会啊。按用班练习。佢頭擺要做生意都無閒啦，啊隔壁人抄我，啊我要就算就1點要出門我都當初就愛睡當初啊，啊去啦學生哥我就睡當初，後尾就冇愛去啊，所以當初要啊，係啊，唔係我就算就1點就出門啦，啊是冇去，後尾慢慢的改到印抄我張落法去啦，落法，有汗有精神這樣去。練習之前做生意做乜生意？市場上最成人家有做台賣啦，台賣中盤商嘅，中盤你就半夜就會做，半夜1點就出門。哇，我真係辛苦啦啊！哎呀，真辛苦。也算退休嘛？退休咧，做退休咧。哦，啊是慢人接生意。大概來退休佢接。佢接起來。天意去做啊！以後啊，係啊。哦，啊也是好創果嘅。係啊，好來你要就好咧。哎呦，來緊張，緊張啊！唔係，來唐先生來講邊啊。好，請幾個先生。嚇，誒文太子，佢乜嘢 TV 出嚟唱，就當緊張嚇。佢乜嘢帶來也個落山歌嚇，可能因為一緊張落去，誒你嗓啊本身就會有多少會卡的，所以你才一開始唱山歌緊張，一到會戲嚇，鐵人本身嘅足以外，佢戲嘅運用。平穩來，冇要一下睇上一下西上，一下要辣睇你鹽唱，辣睇你鹽落去哦，就多少鹽就會變嘅，都係見開心啦，日嘅鹽都過鹽嘅時節，要冇多錢多味啦，所以也係講，主要人講係鐵砂唱歌嘅，特別就較實際嘅人就係樣緊張嘛，再過來就講。你那個清大雙嘛哈，要比賽的東西就真現實，一定歌詞要配熟，歌詞一定要熟所以你唱到那個T4團辦榮娛樂辦搞錢的時間，歌詞就有多少位唔記得咧，有天氣時間，也就按到土豆辦的嘛土香叫啊，土香叫嘅，所以唔怕其實我睇住佢咩唱，你並唔講唔會唱哦，你唱嘅唱得輕順但是可能喺心理上嘅壓力本強大，所以促使你聽歌詞唔記得，聽你改來音嘅戲啊冇用，就會促使人嘅音飄來飄去啊樣情形，唔怕，還有機會再加油，好嘛？好，加油！可以哈，行得快呢？可以啊，當然快啦。可以哈，吳亦賢嘅演出。再接再厲啦，好好再去歌唱班練歌嘅。謝謝。踢球冇上來咧啊，連下要上來係冇？係咪？經驗一下。經驗係啊。差唔多上來。反正一節目嘈嘈叫叫嘛，好嘛哈，有安子來嚟撩下嚟哈。安子姐，好，謝謝。好嚟，沙下來。沙來去一天幾好得來平白。來等我啦嚇。彩
听叫记吼，哎，8点的还有咧枸杞的饭店做生啊，哎呦，这听说是大厨师哈，没有厨神啊，厨工啊，厨师啊，你自己把它客气叫厨工嘞，客气嘞，客气嘞，传堂做生，做插车的啦，唔咩煮的啦。没哦，皮菜啦，有啊嘛，打出来嘅对呀，哦，咁咪懂厉害啊，懂远哦，算厨助啦，系啦系啦，较辛苦啊，较辛苦嘛，对呀，嘛个从来没有办呐。哦，哎，讲真的，你厨房厨房做些也都，青岛西好无限的，真的动辛苦，个厨房又热，哦，真嘅，又冰冰棒棒，个太传统。我头摆打工的时间，那个中餐厅哦，个厨师脾气给坏，对，真的要吹捏油，对，哎呀，全部用黑面嘛，哎，干啦，因为懂炒哈。老师傅，你做乜嘅？所以一个就丢吹人。哎，有上司就会他有情绪会模糊，所以就会厨房会想骂想大也会模糊。哎，后来有一些比如说高级一点的餐厅，他们就有耳机 耳麦在 Q 这样。哎，我跟你讲啊，那个呢就比较大家就比较你不会突然冰冰冰，对，比较平和。虽然冰冰冰冰啊，但是都较平和。员工餐厅，员工餐厅员工餐厅哦，按做文他卡斯啦呢。对，员工。哎呀，我跟唔认识當多年。青島像個拍咧鋪門嘅用哦，因為青後生。哦，後生嘅人認識，老人都冇嘅。感覺就聽見得按後生，你感覺咩後生去啦？哦，對啦。他會同條講笑啊，對。講真，親戚跟媽媽共用。年紀太真係要多同後生人學習。交流一下。真係啊！老後生嘅共下做乜真正心情會好。對，會感覺下後生哦。真的哦。講真，也後生人嘅資訊唔可以俾人家就嚇笑啊！哦，親家好冇？親多嘅。人腦筋咩好？對啊，給接觸嘅東西，真的。就將來，我跟這個年輕人一起主持。哎，對啊，你對我來講算後生人啊，對嘛？啊，這就學習到咁多東西，真的。這樣子好來，歡喜嘅心情。哇，這個廚師啊，大廚師，廚神廚娘，來，沖水槍引欣賞。好啊，今晡日聽叫台姐吼，你從愛評判，其實講貴書個口談起來就當順，韓國你從起來吼，除咗當然緊張之外，上啊韓國潤今晡表現來講又還好啲咯吼，所以我想慢慢就進入你係比賽嘅狀況吼，你係好嘅事情。接下來就變咗建議就係你從你係開始從入歌嘅時節，比如講第一季嘅4月。好，第3季嘅港山，好，從兩隻是衝出來的時節，當然入歌的時節是出得清楚，吼，人民會係降到，所以用辦下降呢，其實就係你從嘅些係捐身到，就係你嘅身體會係出力，好，上慢慢落去衝出來，好，咁嘅上就會係好掌握嘅腔調嘅呢個長途，好，詞就會係清楚，韓國第2季嘅字咪嘅咪，吼，嘅呀係到最大音，你上講可能會唱出嚟，所以身體就冇按出力，吼，落去表送睇，所以嘅隻詞到每上嘅些每人就冇按降，好，數每人些就會降，你講你係3個就會同一個人民嘛，吼，所以你隻詞語係做啲人民數下降到韓國上家鄉嘅時節，好，我加啲重音下去。上家鄉，好講嘅些未啱講啊，好，所以按樣從起來貴書歌曲嘅你係表現嘅清晰，我想講可能會很下好，信夢呢？信夢先生，請各位建議。對，好，大家看一下嘅分數。好，看一下入天橋嘅分數。好。冇問題咧。哎，分數應該留下來做得啦。冇問題。啊，恭喜！哎呀，恭喜！漢子姐好，嚟沙下來嚇。嚟，下一位鄭玉美帶來羅山歌。講啦。
苗咪记好，主持人也两位主持人好，有爱心呀，同理心嘛，很有同理心。做安尼志工，哎呀，对，是哎，就是我还退休以后，我就差不多致力去做两个志工。本来去做嘛个？我在那个托儿所上班，退休诶。退休啊，然后我就接触到这个志工这一块，就这一块，对，然后我们就要去受训，要去上课，然后我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不老志工，对，他就是他们一个协会，他们自己去请老师，他有去那个社会局去那个申请的嘛，他就自己请老师来上课，来训练，然后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不老志工呢，就是为他们的协会，他们的协会就是说，你老人固定看是礼拜一啊，或者是礼拜几来那个协会，然后就是我们呢大家一起共餐，也是他有请一些有时候体能老师啦，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卫教的各方面的来讲习啊，给大家所有的老人啊哈，那我们志工，我们就是做我们志工的工作，我们就是要去协助，要去帮忙这些协助陪伴啊，对，然后他还有一项就是，如果这个就是他们老人，不管是哪里的老人啊，他就知道是说，他指定说你这个志工哈，请你哈来带我去医院看医生，或者是去拿药。我们协助这些老人家，协助老人这样子，都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你还是照顾到的。那个两边轻重要啊，两边重要啊，但你不会出门，你没办法出门的，会同你还要去探视他们，就全部按的不方便行动的啦，以为你全部要照顾到的。还就如果他要去就医嘛，然后只有一个人啊，孩子都上班怎么办？我们就做陪伴。他孩子都不理他这样。也有这个例子了，但是他我不知道啦。有这样子正经还有上有上班的时间啦。有按有个长照单位哈，人数了，民间单位也很多哎，真的。也按有个一种就是就是高龄者的咖啡厅。全部弄来的，当服务生吃到没清后呢？老人家做唔是去庙会，那个树下庙口。没做的，跟当会一种搞朋友的方式，那是让他们自己好像还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群体里面还在工作，有搞朋友，搞朋友，嘿，没错，那种好，对啊，然后我们有点数。点数有点数，对，几点是不是？对，几点？对，我就说将来我们那就是你一直可以做下去，你就点数越积越多啊。积到8点以后要怎么办？你会老啊，
哦，就变蓝钻那种概念。对，老了，然后服务比较好。我们是需要人家服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点数。对啊，我们都会老，互惠，我们都会老真的，这个好伟大，好伟大。今天我们帮忙他，明天他们帮忙我，真的是这样子。好，来，创特的唐先生讲。请问先生，张金峰医师，今日从来到罗山过，整体来讲，不管我是人民各方面哈，从到一平顺哈。我爱糖尿呢，我感觉呢，本于多少意见哈，大家来参考。第一，入生字所谓的冲进史，包括咧脑嘅咧脑，那个川台前的川。是的华音脑连连，我们有一个身段气言，上团的语言脑来叫你来脑连连啊哈，让你唱可能會好嘅。所以我三個我冇對錯，我係比較先嘅那會好聽。聽一句，你也唱條了平平的哈。我講三個古代人未接而到來，唱跳了，然後我的轉潤還沒為好這樣，呢度係了係西字，可以來參考下。第三句田福書嘅福，嗰度係田福書，嗰隻做唔得轉潤田福，嗰詩音冇講，大家特別注意哈。歌詞方面，雖然講傳台前、台傳前，意思強壯，我站在我哋偏心嘅角度啊，我哋係照米市面上又蠻寫人又蠻長，係咪呢一方面我加以注意，加油啊！好，什麼先生？來看一下佢本書，好，看一下詹永明嘅本書。來。90點分沒問題，冇一個啦，但是還再留下來啊！謝謝。謝謝嘅部分啊，對，謝謝非常有愛心的，好，用米記，來撒下來，撒落喺煮水之後到嚟平板，來等下啦。睡覺之後，哎呦，要為主持人好。對啊，剛才用米記講哈，這不老志工嘛，他是不老騎士，不老騎士，好運動啊，對啊，練身體係冇。哦呀，很啲去腳踏茶，好，20歲，市長茶
20岁去都厉害。哎呀，20岁哦，呀，你72岁。哎呦，哇，你身体体挺痛啊，都挺挺痛。对啊，都甜得很，上家的时候甜得很。头发都顺了啊。唔去市场茶，去市场茶较辛苦的。唔会啦，有拜个经理会。头发都顺了，你看啊，当然我是用拔的那种，是按起哦。哎呦，啊，佢後背差唔多9歲個啊，咁再後背啊。佢拿一個扎，我拿一個扎，公車啊，所有過路的人講，哎呦，你看得好棒啊！很温馨的畫面，好可愛的畫面，哎呦，所以都呀哈喊得起，還在騎，真的，就出門去買菜啦，因為冇騎做唔得，嘿呦，一出門出去開個兩市場茶，這個人個腳踏力一定懂，老師講該市場茶就是。我的先生，还好玩哦。第二个先生，私行茶先生，私行茶就我的先生。第二个没有，没了，没第二个。旋风欣赏车男人的车子就是他的第二老婆一样的道理。这两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啦。了解。头发茶장还是骑得去的。哦，真的哦。头发好长哦，你足背了，骑到广西老家。你看有没有厉害？哇！哎呦，正经好体茶哎，真的不老其实。对啊，以前有一个演艺圈的老前辈叫做邓日清，哎，一早起呀落大雨，落甲稀薄。我那是跳歌舞哎，老弟跳歌舞，对，宜兰仁爱公园，对，大家老师都会啊，哎呦，哇，你们这个老灵魂了，真的。跟罗哥跟久了就是这样。台湾老人来公园啊，我就跳舞，就是来，我们来录一场。哎呦，结果那个节目我冇问题啊，冇看。哦，哎呦，他就是每天骑车，不管去哪里，再远他都骑私人茶，而且他是骑很老的那种，对，真的老私人茶嘛。我叽叽嘎嘎的。对啊，骑了80人车。真的哦，有身体健康。健康啊。哦，他是抖音通就冲了，一带我个兄弟，他住永和附近啊，几乎都会看到。哦，看到佢啊，所以同佢講一下，羅哥同佢問候。走了，好幾年了。已經90幾，應該如果在的話90幾了。對，也算是奇獸啊。對，好，來昌特的堂，那邊秋風欣賞。好，來。當歡喜吼，你水酒吼，台風非常的好，含個笑容咪非常的正，高尚咪強樣很好，唔過啊吼，你畢竟係比賽啦吼，就講唔計上啊吼，可能愛小可能其他人從嗰個人家會丹田如砾，唔過你唱歌嘅時節啦吼，有陣時未必人愛。全部用按太力來唱吼，係愛咗了娘到誒，喺娘到誒，邊喺娘到人唱吼，cái歌唱表演聽到就會上癮，哎樣嘅，人份數就會越來越好，好冇？加油哦！好啊，謝謝老師，而且音樂，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好，看一下主水酒嘅分數，好嘞。91.5分哦，辛苦分姐姐講啊，你要按九毛來填時長，我姐姐就是客家的忠實，看了10幾年了，每天禮拜六看，就等於看到，就打電話來講，你要按九毛咯，你要無該當到嘅愛看老師喺度話佢唱啊，愛講掹啊。你也慘到快死了，我快死，他一直在等，你好好唱哈，冇200、300日不然國校，真的哦，我要衝不贏3-4星嘛，不一年不衝。對啊，我說姐姐我會加油，加油，你自己要努力了，好嗎？謝謝老師，好，謝，安住謝，好的，會做這題，好，有目前1000個分啦哈，所以沙下嚟也 V 哈，係聽 V 嘅乜嘢啦？總比陣帶來3個字，對，談過啦。一线流。
正经，两位主持人好，客家界的嘛个呀。啊，詹雅文哈，哎，妹妹，哦，也是也邻居亲戚，要不要领沙都敌嘞啦哈？没有，我的群组里面大家都知道。哎，罗哥用同人家问起我说是罗时温大哥帮我取的，给他帮的名。啊，你自己觉得亚当名哎，对你来讲怎么样？我要战战兢兢的，不要坏了这个模式，是不是？对呀。哦，没有画上等号吗？没有啊，我要这样子，我还有没有？哦，你真的创到同好呢，哇，上百个创个好多个很切。系啊，你跟我们共发共安有你呢？就是创到同好，谈好的，又让你播，又让你切是一种惊叹号，就是一个语助加重的语助词，哇，特别称赞的感觉。对，其实不是骂人。哦，放在这里不是骂人，是表示亲力和一个意思。还有，现在他最后一位哦，对不对？唱完了哦，分数现在最高的92.5哦。系啊，冇唔错啊。客家詹雅文不知道会不会闹鬼哦。唔对哦，现场评审欣赏公平，唱起过欣赏哦。好，安尼装手机呢？我記得上次有拜唐兒唱一個流行歌曲，其實哈，你猜你唱流行歌曲時間，我感覺到個一個高音部分你做得當獎。但是哈，根本也係講一三個字來講，你唱根本他媽講你唱得當評審也真好，哈。但是就有感覺到個，你愛調高音，就可以用到一個咩嘅特音嘅時間。還你有較吃到較實力，表示講，自己本身唱歌嘅流行歌唔唱得起，做嘛我山歌唱唔起，也原因係嘛了，較接地好唱，只可能用一個丹田，緊張當然係天難免啦。我就講過話，你流行歌曲嘅一個大都按好，山歌在裏頭嘅運用到山歌專業部分，像我前面有談到一下，就有講一個。平安喜了樂啊，才醒了一天啊！佢到位，你假使講有辦法，在個人部分，嚇，加個用嚟同佢做獎來法，我相信應該也分數還做得再提高。嚇，所以我佢俾本嚟分數也清高，也希望你個好能夠運用你唱流行歌曲嘅技巧。再來轉到一樣山歌來，嚇，同佢多運用，多去練習，相信人成績還較好，加油！好，謝謝先生，要公布嘅個成績啦。係，我先有搶你呀，下個千個分，水走之類都會睇得到，同下嚟看分數，見中冇？來，我係見中冇。哦，兩位咪做錯上，呢邊再報。看下你嘅客家雅文呀，係水走之。好嘞，看下嚟看一下總比整個分數。好呀好啊舊時光。剛剛要那個錄影之前啊，然後慧武老師一直說，他就特別留在現場要聽你唱這首歌，因為他還幫你這首歌合音。對，他說他被你這首歌大大感動，很榮幸。當然也不忘叮嚀大家要多聽一下合音的部分。所以和聲是慧武老師唱的。對。兩位咪做錯上，呢邊再報。看下你嘅客家雅文呀，係水走記。好嘞，看下嚟看一下總比整個分數。先生，永珠恭喜你嘅必爭記咯。對呀，係這啦啊，係啊，再接再厲哈。啊，你恭喜必爭記，可以坐上2面的寶座。1面在後面，恭喜必爭記。老嘢迎我飛，係啊！今日安尼節目當中啊，來到一邊特別來賓，也係他家老朋友啦。咩嘢老朋友啊？之前有合作過，合唱過歌曲哈。今日又再次有請到佢來安尼節目當中嚟唱歌，問大家聽出新專輯不？新嘅單曲。
等下做在唐吉的分享两条歌诶。係啊。佢經典作品吼，滿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嗎？很有同他衝嘅條，有冇？當天過了是春天啊！哎呦，清河堂嘅歌呢？冇聽過呢。有啦，是假歌誒，係冇。佢每件我嚟分享佢新嘅單曲。新嘅單曲，先嚟唐吉好好唱啊！等下好好嚟訪問佢啊！好，歡迎江念婷。江念婷。好像这一锅乡愁汤，熬这一辈子的滚烫，记忆里那一份鲜味，是我们曾经流的泪，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漫天纷飞的叶，能否不负归根的枝桠？熬啊熬啊旧时光，绕呀绕在我心上。你在远方，我在他乡，思念隔着一堵墙，燃尽回忆的火光，熬上儿时的春香。几番回望，一抹沧桑，岁月割出一道伤。漫天纷飞的叶，能否不负归根的枝桠？熬呀熬啊旧时光，绕呀绕在我心上。你在远方，我在他乡，思念隔着一堵墙，燃尽回忆的火光，熬成往事的醇香。几番回望，一抹沧桑，岁月割出一道伤。熬呀熬啊旧时光，绕呀绕在我心上。你在远方，我在他乡，思念隔着一堵墙，燃尽回忆的火光，熬成往事的醇香。几番回望，一抹沧桑，岁月割出一道伤。熬上这一锅乡愁汤，熬这一辈子的难忘，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念婷姐，你自己那么感动哦，哎呦，哦，真的哦，
刚刚那个气氛我们都不敢进来，谢谢，还在那个氛围里面。对，耳朵都出油了，出油了，唱的太好了，谢谢。这么好的音色，这么好的这个诠释歌曲的这种演绎，真的这不能埋没掉嘞，真的。对呀，还好，就是你上一次出了那个单曲之后，对呀，一定是松一百就会转型，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谢谢哦，很多回响哦，还好了。所以唱片公司又在帮你出了。对呀，对呀，对。刚刚那个就是新的单曲，对，新的单曲，这是对新的单曲《原汤》。哦，就是这个，对，这首歌，是周志平老师谱曲的。周老师哦，对，因为我跟他认识40年了，从来没有机会可以唱。从民歌时期就对，所以都没有机会可以唱他的歌。那这次真的是很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你以前这个出片的时候没有跟他合作过？没有哎，我有冇跟他合作过？冇呢。哎呦，周志平老师也出来好久了呢。对，我都有嘞。我以前出国语那时候，幸运。对呀，我都有唱过他一首歌哎。没关系，我们一直都没有或早或晚嘛。现在也是有机会，还创作出这么好的。对，总算40年过后，可以得到周志平老师的青睐。他这首歌曲其实是北京文化公司他们的一个年度大戏的一个主题曲，是北京电视台吗？不是，它是一个舞台剧。舞台剧。对，那它就是讲一个这个原汤，很多人都问我原汤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其实原汤这首歌曲，它讲的是一种记忆中的味道。像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感触很深，是因为妈妈都过世了嘛，所以我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再吃到她的手艺，对，所以可是还好，那时候我在照顾妈妈那3年里面，我有学到几道，因为她会教我嘛，所以假设现在这个兄弟姐妹大家有很想念妈妈的时候，来煮一个妈妈的味道来吃吃，复刻妈妈的味道，对，还好我会，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吃到这样的东西就会对妈妈的那个想念就特别联想到那个情感，对，所以特别的有感触，对，原来原汤是这样的意思哦。它其实原本原汁原味的意思啦，也是 original，英文过来啊，我也是日本味，日本的外来，我刚是讲日文 original， 对，所以这首歌还拍了 MV 啊，对，因为我们虽然是单曲数位上架，那很棒，是我特别邀请方季韦来帮我们拍 MV。哎呦，这个以前的军中情人，大家的女神，他在里面演我妈妈。哈，人家拍的真好，对你都没有看。季韦姐演妈妈，还没看到，对，她还很动灵哎，她演妈妈，那你演什么？演女儿？没有，因为其实那里面的角色有，就是她演我妈妈，然后我女儿演我小时候。你女儿也抓进来啊？对，第一个场景里面就是她在家里，她在家里，然后煮汤，煮了一碗牛肉面给我女儿吃，这样对。然后那天很好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小孩真的很可爱。小孩是我对方季韦的称呼了哈。他不会做，他不会他不会做菜，小名叫小孩，对，我们都叫他小孩，对，他不会做菜，你知道吗？然后那天因为如果大家有看那个 MV 就知道，那个第一个画面其实是在厨房里面，那因为那个灯光是调暗的这样，然后他在那边切番茄，他说一开始他想奇怪，这个番茄我皮都已经快磨破，我怎么切不动？你们家的菜刀你们家的刀怎么这么钝？这样，就后来等到喊咔的时候，他那个番茄皮都已经磨破，这样都很难看了。这样他说。原来是我拿反了，全场大家都爆笑。他说原来那个刀是我拿反了，我才切不下去。哇，对，很可爱。是到这么不会做菜的程度，刀还会拿反。对他真的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不会做菜至少还会拿刀吧？对。对呀，不是因为那天可能那天我们光线调的有点暗嘛，要塑造那样的一个情境，这样，所以他就没有看清楚。哇，那他生长在这个市场是每天在干嘛？我连刀都不会。表示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对呀，人家其他事情不用样样要自己会。对啊，我们会一样事情就。他现在也很忙啊，对，所以就是感情这么好。那我们虽然是单曲嘛，可是我们有拍 MV， 对不对？然后除了请方季韦，然后我跟我女儿在这里面有那种角色的，就时空交错的那种演出。好，然后另外
我要特别介绍，是因为虽然我们只是单曲，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导演呐，为了要拍那个天灯很壮观的那种升空的画面，我们就只能找那个元宵节。所以我们是元宵节那一天，我们就跑到平溪拍的。哦，很多人都看到那个画面，都以为他是去哪里找来的那个画面，不是，是当天拍的。哦，就真的在平溪放天灯的日子去拍摄那个画面。而且他为了要只有一个几秒钟的我的对嘴的画面，他找遍了全台湾省很多的老戏院哦，然后终于找到在那个嘉义大林的万国戏院。好认真哦，很认真，所以讲究细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下 MV，原汤的 MV， 真的会非常感动。有你的女儿，还有纪薇姐，对，这个导演这么认真哦，对啊，为了要找场景，找到嘉义去，对，全台湾都问过了呢，真的，他真的很认真，太厉害了。我们刚刚要那个录影之前呢，然后慧茹老师一直说。他就特别留在现场要听你唱这首歌，因为他还帮你这首歌合音。对，他说他被你这首歌大感动，很荣幸。当然也不忘叮咛大家要多听一下合音的部分。所以和声是慧茹老师唱的，对，和声合的非常的好。没有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就很大气，很大气，很华丽，对，很。因为我们编曲那个制作人有请是请侯志坚老师编曲，所以电影配乐大师，对，所以光听歌其实就会有那个电影的画面，真的，对，非常棒的一首歌。对。啊，各位乡亲朋友，其实江念婷给客家人，客家人，但是佢叫冇講嘅，係啊，當叫冇講，因為爸爸媽媽走了之後，冇人老愛講，有青島機票好連心嘛，中巴咩喺衝過咩？對啊，加一件唱到氣勢磅礴一條歌曲，因為北京那個舞台劇嘅主題曲，對嘛？後堂，你就唱到好。对呀，哇，这个声音真的太厉害了，那个唱歌的时候那个气场在那边，真的啊，无法接近，只能欣赏，坐在台下这样。这种金曲歌后，他刚刚你在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是那种啧啧称奇。我哪有这么丑？这样。哦，他那个嗲的声音跟那个壁虎一样。最后黑了。我堂記唱歌嘛，我今日去個女巫店嘛，我堂記到澤偉良沙唱歌，我實在雞母皮掉滿地係啊，安子誰？來到也要學到客家歌啊嘛。我禮拜就學兩條歌，兩條，還有哪兩條？韓國。韓歌，然後徐澤偉嘅向日。哦，韓歌一條歌咪同學堂，徐澤偉老師嘅條歌咪同學堂。係嘅，12個嘅去年發行嗰條歌。同學堂，兩條都同學堂。東南床，東南床。嘅韓歌人哋節目咩只有演唱。唔係東南趴，係東南床。東南床。他先來彈韓歌咯。好，來帶嚟一條客家歌嘅，我們睇下彈下嚟，唔單止國語歌唱到好，客家歌咁唱到。十分好，壁虎要較量。嚟唱歌呢，韓歌，好冇？嚟唱歌啦。為國東亞西亞，為國天地。以前在民歌西餐廳有主奏過嘛？神奇的事情。民歌餐廳哦，最好玩的是，我很認真在那邊唱樂器，唱完呢剛好一個牛排這樣。牛排都按鈕啊。韓國河巴，聲音的安多沙，韓國樹下，錯了嘅龍人家，韓式的倆高上高下，唔知過了有幾多年，韓國西路變得愛人村，韓國天橋。真像無人照顧，韓式的倆高呀高手，幾多春夏秋冬，
来维系，含迄落雨脚水上爱转去，每个冬啊是呀，都是假假面，为了安然到了美的爱人地，不管行啊行到哪边，无卡永远伫心肚里。每个冬啊是呀，每个天地，为了安求到了美的爱人地，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去，含迄落雨脚水上爱转去，每个冬啊是呀，都是假假面，为了安然到了美。爱人地，不管行啊行到哪边，有卡永远伫心肚里。不管行啊行到哪边，有卡永远伫心肚里。他家国的腔音好弹哦，跟伊也无腔音，哟，还好吗？还好吗？你讲到紧张，讲到，不紧张，动紧张，他表演的经验蛮多，冇强容呢，系吼，头摆张奎是中国的时节，在民国的传堂吗？嘿，民歌餐厅，高中的时节常常翘课去听这样不就讲出我年纪？一堂啊，哦，没唱啊。冇啊，一堂歌。我以前在民歌西餐厅有主导过嘛个神奇的事情。民歌餐厅哦，那个就是民歌餐厅那一段时间，其实我白天是公务员哦，然后晚上在唱民歌，有一个正职就抽了。对，那就是爱唱歌嘛，然后也是刚好被人家找到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其实那时候最好玩的是，我很认真在那边唱乐琴，嘿。乐琴啊，再唱一段思乡情。这一句唱完呢，刚好一个牛排这样，牛排不会按钮啊。所以呢，怎么办呢？那个其实已经唱习惯就好，就都不会理这些。对。但是就是那个就是民歌餐厅的氛围啊，大家就是来那边吃饭，然后听歌。对，所以其实，但是我自己比较开心的是，因为在民歌餐厅，我们那时候其实要学很多歌嘛。那比如说我刚刚唱完乐琴，对不对？然后我在想，那一段时间里面，你知道那个金瑞瑶，有唱一首叫做。岁月的眼睛啊，对，金瑞瑶她最代表的歌曲是什么？飞向你，飞向我。对，但是她那时候出这首《岁月眼睛》的时候，我很特别，是因为她前面有一个小女生唱。哦，对。在家时候，在小时候，月默默看着我，就是你还要 cosplay 就对了。你不要说那个是你唱的吧？不是我唱，但是会不会是庄慧茹老师唱的？慧茹老师会不会太多功？对，但是那时候因为很多人会点这两首歌，我就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唱，所以有时候唱完乐琴，然后我马上就接这首唱前面小女生的声音，我那所有的人就惊呆了，这样傻眼这样，大家都突然一阵安静，一个这么的高昂的，然后突然在家时候，好玩吧？很好玩啊！这个设计两个沙给清后啊，会吸引大家的耳朵。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唱到走在忠孝东路上面都有人认识我。真的，你正经冲的太够了，太好了。听过你唱歌一定会有印象，会想要再听。很好玩了，反正什么歌都唱，大家都要点歌分什么歌。再来一首了，对，好吧。那接下来就是唱那个哲伟老师这首《向日》。好听。好听哦，难突进狗的很难唱。不会，刚刚对 key 对半天，你可以，我真的
没唱好，真的对不起他。不会，去做这去动尾唱，动尾唱那有空，谢谢。手球花开嘞，爱看日头来笑嘞，当冲早晨长长该困起，林暗凉凉的水，也是爱，不是空过的你，爱带陪你爱惜的隔壁。接接来看你，你讲做的，男爱一下无专用点点无办机，爱答应我图你转去，用第一条的方向踏出去，讲现场的。你梦兮兮，虽然难摆袂用的模样的，也还没爱，看爱的行下去，用第一条的方向踏出去，讲现场的你梦兮兮。放弃悲伤，对起家练习，爱相信，你不但唱安阳天天，心田终究风落雨。爱像泰山，起伫隔壁，一年行过，一年四季，用第一条的方向踏出去。现场的你梦兮兮，放弃悲伤，对起家的心，爱相信，你不但唱爱娘天天。不管迄十位先生创业，迄讲念婷姐创两条歌的，都十分有弥头，有弥头，忍住，忍住，忍住。你会被这个故事感动，对不对？对，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我是去年去听他的演唱会，就是他们那个心中有一座山，那个客委会办的。那该应该都该填充哈，堂去创两条歌，我真是烫到。很难过，就是鸡皮疙瘩，然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就是听到我都流眼泪这样。所以我就对这首歌，有机会一定要唱一下这首歌。对，所以很难唱的歌。你有去请教哲伟老师吗？我因为有几个发音我还是不太
不太会啦。这次没有那么麻烦他整首歌这样子，那就是几个字的发音，请他教我这样。所以这次练比较快。哦，给青也行呢。你上拜同佢冲。几个永言嘛，对不对？哈，两三冲都用他狗有嘛，开启他用他狗啊。好歌，他那首歌也是没听。动喉糖，对，该动动唱的。而且他的歌你也很适合唱，真的。对啊，即兴，所以对啊，所以都是有历练、有情感的这种。真的可以唱演绎这种歌啊！我终于唱完了，周伟老师。而且我也很祝福你啊！谢谢。唱到一首这么好的一个歌曲，而且还搭配这个北京的这个舞台主题曲。谢谢大家，大家多支持原汁原味的汤，对，还可以看一下 MV， 对，有我们的军中情人，对，没错，非常的精彩，今天要谢谢念婷姐，谢谢罗哥。叫我罗小弟，罗小弟，谢谢吉娜先，对，叫我大牛就好了。大牛，对啦，叫大牛啦。对啊，他给他多支持啦，给那种专辑原汤哈，哎呀，谢谢。好唱歌的朋友要夹夹来报名啦，夹夹打电话来，0966676676等台这个打电话。哎呀，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没有多谢呢，念婷姐，谢谢大牛，原汤支持。还要支持 MV 听慧茹老师的合音，谢谢老师，辛苦跟小江老师还有乐队老师，辛苦嘞，谢谢，辛苦了。石某天宠的总专演，辛苦嘞。下礼拜我们记得了，一天的准时时间呢，老年大擂台，老年。